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。这礼拜咱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江蕙好听的歌曲，这是乌咖啡黑咖啡啦。来，我们来看谱。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是周维杰。我们看一下左上角，1等于1啊，告诉我们这首歌是E大调啊。这是个4/4拍子的歌曲，就是说一个小节有4拍了啊。那速度呢啊，我们看这里一个黑色的豆豆竖一根旗杆，这就是4分音符。4分音符等于72，告诉我们一个小节一分钟呢啊，1分钟呢有72拍啊，这就是它的速度有多快。来，1分钟72拍有多快？我们来给它打开，1、2、3、4、1，这就是它的速度。我们看第一个音是拉，哆哆西拉，1、2、3，拉哆西西西拉嗦咪，嗦嗦拉2、3，拉哆西西西拉嗦咪，嗦嗦拉2、3。又搁行到咱上爱的咖啡厅2、3，又搁行到咱上爱的咖啡厅再一次，又搁行到咱上爱的咖啡厅2、3，上爱咱哦，这里哦，这个前面呢，后面呢还要拉长半拍哦，所以请要注意，上爱的这里休息半拍。又搁行到咱上爱的咖啡厅2，接下去，拉哆西西西拉嗦咪瑞瑞咪咪2、3，这跟前面这一句很像，只有这首歌跟不一样，前面都一样啦。拉哆西西西拉嗦咪瑞瑞咪咪2、3，又搁听着咱上爱的迄首歌。来，又搁听着咱上爱的迄首歌，又搁听着咱上爱的迄首歌2、3，咪瑞咪瑞拉哆，瑞哆瑞哆西，这里要停半拍啊，咪瑞咪瑞拉哆，瑞哆瑞哆西。身边空无人，心情空无梦，身边空无人，心情空无梦，身边空无人，心情空无梦。拉西哆哆，拉西哆哆西，嗦拉西拉2，再一次。拉西哆哆，拉西哆哆西，嗦拉西拉2、3，淡薄仔酸，淡薄仔苦，淡薄仔疼2、3，淡薄仔酸，淡薄仔苦，淡薄仔疼2、3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这个 A 段主歌的第2段，前面呢是主歌的第1段，我们来看第2段啊，在主歌的后面这一段呢，其实跟前面都有一点像哈。拉哆西西西拉嗦咪，西嗦拉2、3，这一句呢，只有这个迄个位跟前面不一样，其他拢同款了。拉哆西西西拉嗦咪。西嗦拉2、3，又搁坐伫咱上爱的迄个位，又搁坐伫咱上爱的迄个位，又搁坐伫咱上爱的迄个位2、3，又搁坐伫咱上爱的迄个位2、3，拉哆西西西拉嗦咪。瑞瑞咪，拉哆西西西拉嗦咪，瑞咪咪，搁一摆，拉哆西西西拉嗦咪，瑞咪咪，汤边这里要多拖多拖半拍哈。又搁面对咱上爱的汤边，又搁面对咱上爱的。
窗仔边，又搁面对咱相爱的窗仔边。咪瑞咪那嗦，咪瑞咪那哆，咪瑞咪那嗦，咪瑞咪那哆。有人问起我，哪会一个人？有人问起我，哪会一个人？若是多多，若是多多是嗦啦是啦，若是多多，若是多多是嗦啦是啦。这个淡薄啊酸，淡薄啊苦，跟前面一样。可是这个淡薄啊痛有一点点不一样哦。我们刚刚那个淡薄啊痛，这个淡呢是正拍，就是前半拍了。可是这里休息了半拍哈，它在后半拍才下歌哈，感觉上让我们觉得真的有痛哎哈。淡薄啊酸，淡薄啊苦，淡薄啊痛。淡薄仔酸，淡薄仔苦，淡薄仔痛。哎，唱到这里呢，主歌两段都唱完了。来，我们来把它连起来哈。又搁行到咱相爱的咖啡厅，来，1、2、3，又搁行到咱相爱的咖啡厅，2、3，又搁听到咱相爱的。一首歌，身边空无人，心情空无梦，淡薄仔酸，淡薄仔苦，淡薄仔痛，又搁坐伫咱相爱的迄个位，又搁面对咱相爱的。窗仔边，有人问起我，哪会一个人？淡薄仔酸，淡薄仔苦，淡薄仔痛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唱副歌来。啦咪啦哆哆哆啦哆，瑞咪瑞瑞咪发发发啦嗦，发咪再一次啦咪啦哆哆哆啦哆，瑞咪瑞瑞咪发发发啦嗦，发咪点。一杯你管是的乌咖啡，啉一喙无掺糖的我想你哈，啉来，我们来大家一起念念看，啉啉这个写了一个 b 小小的 b 在这里有没有哈？跟前面的这个心情也是一样，写了一个。红色的 B 在这里，这是要提醒大家，这个字是闭口音。闭口音就是你把这个字唱完的时候，你的上下嘴唇是合着的，是闭着的。来，他看嘛，心情对，这样就对了哈。如果你读心情没有闭起来，那就错了哈。心情，再一次心情，好来，这里啉一喙啉。一嘴啉，一嘴啉有没有闭起来？有，没有闭起来就错了哈。来，点一杯，点一杯你管是的乌咖啡，啉一嘴无掺糖的我想你。嘿，同学说呢，老师为什么你的歌谱上面有这么多小小的字啊？对，来你看，点一杯你管是的是，哎，这个呢，这是一个转音啊，我们也可以教它做装饰音，啦哆啦咪啦哆哆哆哆啦哆啦啦哆啦，是的点一杯你管是的哎，这个拉也要唱对。咖啡，啉哆瑞，你看这个小字是来装饰它的啦，是来转音的。
啉一杯无掺糖的我，想你，我想有你啊，所以加上这两个装饰音，这个想要想几次？想3次啊，想你，哎，这是来美化这个字的哈。来，我们接下去。瑞瑞咪发哆哆啦咪，加一分情，添一分痴，加哎，这要哆瑞一下哦。加一分情，还有，来，对不起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个我们在唱这种长音的时候呢，这个尾音呢都很注意，为什么？加一分情，哎，后面要有没有？它的尾音就是啊，添一分七，七的尾音是什么？七一啦，对啦，添一分七。来，我们比如说我们唱前面添一杯你关系的乌，甲比后面要伊，啉一喙无掺糖的我，想你伊第一分情，添一分痴，哎，所以这尾音都要唱出来，否则呢，常常如果尾音没有表达、没有表示啊、没有表演完全，大家可能会不清楚你在唱什么歌，所以尾音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尾音请要收尾音啊，一定要把尾音唱出来哈。好，来我们继续，好，这个拉西只有半拍，拉西哆哆。啦哆哆哆哆发咪发咪咪，那是哆哆啦哆哆哆哆发咪发咪咪，一场爱甲恨无输无赢的搭甜，一场爱甲恨无输无赢的搭甜，一场爱甲恨无输无赢的搭甜啊，这个相搭啦哈，哎，两只牛相搭有没有哈？搭在一起哈，搭甜来，一场爱甲恨无输无赢的搭甜甜啊，尤其是这个甜，你看甜甜，哎，我们用咱跟它用它给搭甜，就是两个音甜甜不是两个音嘛？对，所以你唱更是要把这个转音表达出来，要唱那个两个音。一场爱甲恨无输无赢的搭甜，啦咪啦哆哆哆啦哆，瑞咪哎，跟上面一样，那个很像哈，几乎没有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哎，歌词不一样。捧一杯你关系的乌甲比，瑞瑞咪发发发啦嗦发嗦发咪，瑞瑞咪发发发啦嗦发嗦发咪，啉一喙有缘无分的勇气勇气。哎，这里要拖长半拍哦，来捧一杯来，捧一杯你关系的乌甲比，啉一喙有缘无分的勇气，瑞瑞咪发哆啦咪，瑞瑞咪发。哆啦咪，你无交代，你无交代，哎，这个无交代的这个高呢是后半拍，你无交代，你无交代，这个 re 呢也是无啊，只是刚刚我在这个示范演唱的时候呢，我用来代替，告诉大家这个这个高台的高是后半拍，来，你无交代，来离开，
来离开，你无交代来离开啊，你无交代来离开，都是啦啦瑞咪瑞，都是啦，都是啦啦瑞咪瑞，都是啦。一场戏若要煞，伫当时。来，我们从你无交代，你无交代来离开，一场戏若要煞。的当时，来唱到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一下哈，这个高帽子3哈，那个我们跟1跟3，第一次跟第3次要唱这里啊。那第一次呢，我们要唱哪里？唱的当时，继续还有啦，间奏4小节，然后就要唱忧歌啊，忧歌呢啊，看到反复记号，忧歌反复在哪里？反复在这里。啊，我们刚刚说的主歌的第2段了嘛，有个这的单，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把第1段唱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来唱第2段，然后呢，第2段我们要唱这里，对，你这场戏若要煞的，请跳2啊，当时这个第一次呢，第一次的当时啊。的当时2、3，然后呢间奏4小节，4小节之后呢，又1、2、3，有够像那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来，我们来唱第一次接第2次，这场戏若要煞的当时，1、2、3、4间奏4小节，2、2、3、4。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来咯，1、2、3，又搁行坐伫咱相爱的迄个位，2、3，又搁面对咱相爱的窗仔边，有人问起我，哪会一个人？淡薄酸，淡薄苦，淡薄疼，点一杯你关系的乌咖啡，啉一嘴无掺糖的我，想你加一分情，添一分痴，对不起。添一分情，一场爱，来添一分情，一场爱甲分无输无赢的斗阵，捧一杯你关系的乌咖啡，啉一嘴有缘无分的勇气。你无交代来离开，这场戏若要煞的，然后底下呢，我们要跳高帽子2，当时3、4、1、2、3，然后呢接副歌再唱一遍，副歌在哪里？第一接副歌呢点所以我们第2次要怎么办？一场戏若要煞的当时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啉点一杯你关系的乌咖啡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第2次呢，当时，然后呢接副歌再唱一遍，唱到哪里？唱到这里，一场戏若要煞的当时，这里有3，有没有？那这样这首歌就结束了。来，我们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江蕙的乌咖啡很好听吧？请大家呢欢迎到 YouTube 频道来给岳云老师订阅欢迎大家来，今天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